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論馬。上周日嘅日賽，小兩又要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正能量支持。排位版單邊搞掂嘅勁先生，輕輕鬆鬆又到終點。第八口孖寶射1 2，又整條單 Q 返嚟。第八口孖寶正獎同安慰獎加埋有14倍分頭，算係叫做有啲交代。希望咁多位馬友可以中到啊，索到又身體好。不過條 PQ 2串3又係再次中得一關。小兩今季啲 PQ 成日都係中得一關，但願周三晚上就可以成功過關。節目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可以俾個 like 小兩。未訂閱小兩呢個賽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。隔離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啦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10月15號星期三，跑馬地馬場將會有9場嘅谷草夜賽上演。頭場就開6點40分，跑道會用呢個 A 跑道。排位過後，賽事並無任何變動，3T 6環亦冇多寶彩金。只得第9場嘅4重彩同4連環嘅合併彩池有100萬嘅多寶。上期嘅練馬師王，小兩分享嘅75倍嘅蘇偉賢，尾場嗰隻勇冠群英唔係拉屎鬥輸的話，75倍就早已落袋。咁今期嘅練馬師王又有冇冷門可以爬下先？全晚出馬最多嘅係沈澤成，有成10匹之多。成為呢個練馬師王嘅次熱3.75倍，大熱就落喺方仔身上，但二人小兩都唔太中意。除咗方嬸之外，其餘嘅練馬師加為10倍過外，咁小兩就先揀咗希斯先。周六有馬王跑澳洲珠峰，周三必定贏馬壯行式。6區列陣有10倍分頭要咗先，再要就要搏一搏尤達榮開債兼起馬。出馬7匹成為25倍嘅半冷。練馬師王小兩就分享3號嘅希斯同埋10號嘅尤達榮。騎師王就唔講啦，10次有9次都係潘頓。不過今期有2倍過外嘅分頭，出馬7匹2個空槍，應該都坐2望3 win。騎練又同大家略略傾過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周三小兩又有咩投注策略，同埋周三邊匹馬就可以單邊搞掂。第5場4班嘅1650米，12匹馬列陣，今季4班谷草1里，大熱未嘗一勝，只得2 Q 1 T 1負。上周三谷戰2場4班同程，均由王牌馬 win。1號馬嘅卓越善豐，黎超星加潘頓嘅組合。呢匹5歲嘅紐西蘭 PPG 服役3季，至今就取得2 win 2 Q 1 T， 兩勝呢個谷草同程。田草1006亦曾入 Q， 今季係評58分起步。初出田草1002，臨場80倍，跑嚟似模似樣。即刻同大家睇睇呢匹馬嗰場點跑先。排個6檔起步，出閘尚算順利。藍帽藍衫白袖嗰匹1號仔跑開1600嘅馬，季內初出1200，雖則有多少新鮮感，但此區始終都並非短途馬，跑過300，守住個2碟8 9位。入彎前田泰安推起2步，守住個2 3碟8 9位，中檔轉入直路。有勁進奔騰啊！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佳運發就佔先嘅，聖多多外邊啊第2位啊，勒得準啊第3，內欄第4線路江華，外邊第5有同有運啦，中間第6位就係白路金剛啊，內欄白衫黑帽呢就係中國心，亦都要攞出嚟中檔噶啦，一路響外邊呢就標誌極光啊，後啲嘅馬先嗰啲卓越善豐啊，超開心嗰啲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佳運發埋邊鬥緊中間聖多多啊，咁啊中檔位置勒得準呢都開始推進噶啦，出邊上嚟噶嘛，有標誌極光啊，埋邊呢咁一路揾緊位呢，仲有隻白路金剛啊，最後100零米勒得準偷出咗，外邊標誌極光追，埋邊白路金剛亦都上緊，中間同有運接近終點第1名係勒得準啊，第2呢咁啊好接近。拉屎300就開始打邊展開衝刺，
越追越近之下，後上跑個第6返嚟，初出跑短途程，睇怕都只在熱身。跑前3嘅馬再出就取得2 win 1 Q， 此場都尚算季初嘅強組賽事。再睇翻呢匹卓越善豐，尾段竟然做過22秒30，拉全組最快，唔係出閘跟唔上的話，分分鐘就可以喺度爆個大冷披腳。上場季內第2仗，真情200跑田草1400，我都要出去啊！拱埋嗰隻本能出埋去，馬林後邊呢，先見到個魚蝶翩翩啦，等入邊彩虹7色啦，掟出去嘅馬有2隻，中國心同埋白路金剛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田泰安又直路失車，一步都冇騎過，都係輸4馬位返嚟。今場扣主係氣田雞，回配潘頓啊跑其首本路程，今場啊排個8檔。走位機警嘅潘頓，再加上2場熱身過後，應該都會擺到喺個2.56位之間。直路有位的話，必定就可以後上真勝。第5場嘅單邊搞掂，小兩就分享呢匹1號馬嘅卓越善豐，有單邊搞掂，小兩就一定要度多下孖波俾大家參考一下。今期射上唔射落，第4場4班嘅1200米，6號馬嘅起眼光。氣勢加艾杜拿嘅組合，艾杜拿近5次賽事都冇馬贏，真係有啲出乎意料。同希斯今季嘅合作取得2 Q 1 T， 叫做就有啲交收。過往谷草同程取得 Win QT 各一，歷來1勝嘅正正就係此情。季內熱身2仗，再加上季尾2仗全由艾杜拿經手，如今減到落嚟51分。相信希斯都會係趁此情出擊，隔碼有7倍左右，可以小敲。再要就要埋周日起個孖嘅黃之雲，嗰匹1號馬嘅運來5寶，尤達榮至今都未開齋，如今經已跑到季內第11次賽事，相信練者都心急如焚。近2仗此區皆由呢個黃之雲執韁，仲要係跑同程，取得1 Q 1個第4。人馬在內減埋5磅，有10倍分頭，可以冷敲。第4口孖寶，小兩就分享頭關1號馬嘅運來5寶，6號馬嘅起眼光，射落去尾關1號馬嘅卓越善豐。至於小兩嘅周3投注策略，先買一條呢，位置連贏過關嘅2穿3。第5場1號馬卓越善豐做膽拖，3號馬嘅仗義，6號馬嘅君智勝同埋8號馬嘅榮耀勝甲射落去尾關。第8場1號馬風雲武士做膽拖，3號馬何好運，6號馬嘅安康萬里同埋8號馬嘅平天雄。5場1膽拖368，射8場1膽拖368，再買多口孖寶。第4口孖寶頭關1號馬運來5寶，6號馬嘅起眼光射落去1號馬卓越善豐。又睇下大家呢，同小兩同唔同路啦。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